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嚟到 Madam Health Boo 寶寶吉頻道，我係 Madam Boo。開始之前先作聲明，本頻道咧並非一個專業嘅醫療頻道，我所有嘅產品介紹咧，亦都並沒有任何嘅產品贊助商贊助嘅，純粹係我想借呢個頻道咧分享我個人嘅康復經驗，希望大家可以多一個參考。上一集我同大家講過丁酸鹽對我嘅自體免疫病嘅幫助，今一集我想同大家講下丁酸鹽對其他疾病嘅一個個案嘅分享。其實丁酸鹽嘅好處咧真係好多㗎。香港嘅顧小培博士咧喺佢嘅 YouTube 頻道上邊咧，曾經用過好多篇幅去介紹丁酸鹽對唔同疾病嘅幫助。我自己咧就好欣賞顧小培博士喺 YouTube 上邊嘅講解嘅，因為每一次我知道佢都會做咗好多資料嘅搜集，同埋引用咗好多大學嘅科研啦，同埋嗰啲研究報告去支持佢嘅觀點。所以大家有興趣去了解丁酸鹽背後嘅機制，你就去 YouTube 頻道上邊搜尋顧小培丁酸鹽呢6個字，你就可以搜尋到好多佢嘅講解嘅片噶啦。我亦都聽過不少人咧都會質疑丁酸鹽係咪真係咁好㗎？人哋想做生意就係咪啊？咁我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真實嘅故事。我除咗有乾燥綜合症之外咧，我一向都有風濕關節炎呢個問題嘅。其實喺我病發之前，我一直都有睇開一位 chiropractor 去處理我呢啲關節炎嘅痛症嘅。不過喺病發嗰期間咧，我就冇去到。咁2個月前咧，我就去翻睇我呢個 chiropractor 去處理下我仲有嘅肌肉痛嘅問題啦。佢一見到我就好奇怪咁問我啦，做乜咁耐冇見啊？我就話翻俾佢聽，我而家有呢一個自體免疫病嘅問題，咁等等啦。跟住佢就問我啊，有冇食咗好多類固醇啊？因為佢都要知道下我嘅醫療記錄。我就話俾佢聽，我1粒類固醇都冇食到啊。佢就問我，呢個情況都好似幾好喎，用咩方法醫治呢？我就同佢講，或者你都唔相信啊，我用咗一隻天然嘅保健產品，佢個名叫做丁酸鹽。我呢位 chiropractor 好奇怪咁樣用眼光望住我，跟住就話我相信啊。我當時都有啲意外，呢位 chiropractor 咁年輕嘅醫生都會相信丁酸鹽嘅效果。原來3年前佢爸爸患上第4期嘅肝癌，當時已經80幾歲，醫生認為病情已經去到末期嘅階段，所以亦都唔建議再做任何太激進嘅治療及跟進，都希望佢家人陪伴佢度過餘下嘅時間。呢位醫生嘅親戚係一位自然療化專家，咁呢位親戚就建議佢爸爸不如試服用下丁酸鹽啦。佢跟咗指示就食咗半年啦。半年之後去復診，呢位肝臟嘅專家見到佢爸爸情況都幾好喎，理想喎，咁就問佢，你食啲乜嘢啊？佢就話佢食咗丁酸鹽，咁就繼續啦。咁又如是者多半年啦，咁呢位肝臟嘅專家就，不如幫你再照下啦，本來都已經唔會再跟進噶啦。照咗出嚟嘅結果呢，就樣樣都好平穩喎，腫瘤亦都冇明顯嘅增大，而佢自己本人亦都唔覺得太辛苦，咁於是又繼續食啦，半年又半年。如是者，原本醫生估計佢只係得返半年命左右嘅時間，而家呢，佢爸爸一直生活多咗2年半添啊！我要強調一點，呢個只係一個真人嘅個案分享，我唔係話俾大家聽丁酸鹽可以治癌，更加唔係話俾大家聽丁酸鹽可以代替現時治癌嘅西方醫療方法。我只係覺得呢個故事好值得分享俾大家聽，因為我自己都用過，同埋呢個醫生同我感覺都一樣，就係話佢爸爸喺食緊丁酸鹽嘅期間呢，冇想象中咁辛苦。而我自己親身亦都食過，我的確都有呢個感覺。好啦，無論大家最後會唔會選擇相信丁酸鹽嘅效果都好，我都想鼓勵大家多啲去睇下啲資料，多啲做下研究，用自己嘅判斷去決定你會唔會採用呢一隻保健產品啦。今日嘅分享就到呢度啦，下條片我係會繼續同大家分享丁酸鹽其他好處，日日補一補，大家精神好，拜拜。